哇！可以睇翻咁長波精華。哇！喺巴林先有攻勢。呢由世界盃外圍賽2006年世界盃外圍賽啊，亞洲區嘅決選啊，巴斯兩灣。哦！呢球波列托馬3000分單中射高。下半場重整旗鼓，翻嚟嘅時候換咗幾個後力主將落嚟，哇！呢個單刀我入去，哇！一個後腳俾呢個豐田大地大地哥，一個直線交落去，再斜線再9波見到呢個助攻，一比大地哥。而家係你呢個水晶宮嘅大地哥，英超兵嘅。呢個波哇！爭啲又甩死啊！鈴木彩艷係咪跟意大利拍爾馬㗎？彩艷叫咩成個 AV 女優咁樣啊！鈴木彩艷呢個波哇冇呢個呢個，哎呀！伊東純也。如果呢球波唔係直接攻門，交入嚟中間咧，可能搞掂啦。巴林嘅攻勢呢個波係冇乜威脅啊！新近呢個海灣杯冠軍嘅巴林，依然仲有些微機會出線嘅。角球喺入邊頂角球，好9波見英自己搞掂埋啊！呢個波個諗住出波，自己搞掂埋9波仔。嗰個踢嘅，以為佢出波，嚼埋你啦！用腳面點嘅波埋嚟近處，扼晒龍門佢哋，亦都成為今場波嘅 MVP， 因為一個助攻一個入球，森保一路行安慰呢班咁嘅日本兵，外流女歐球員衣錦還鄉啊！咁啊真係〜佢哋嘅 friend 啊！奇玉園2002世界盃球場，恭喜日本已經喺亞洲地區吊打所有其他亞洲球隊㗎啦！呢個世界排名裏邊咧，亦都係亞洲裏邊嘅最高嘅，亦都係而家2026年嘅世界盃第一隊進入決賽周嘅球隊。